呢個係廣東話電動工具測試嘅頻道，測試嘅工具主要係平價牌子東成電磨筆，型號 DCSJ0801，包裝入邊有好多唔同嘅配件，例如鑽窿嘅、打磨嘅、細沙子碌、大沙子碌、切割片、拋光嘅羊毛碌，轉數由6000轉至到28000轉。電磨筆嘅功率係8W，可以用 Type-C 充電。電磨筆嘅頭部有環形照明，附送一個精美膠盒，載住電磨筆同埋配件。我哋首先安裝 Dremel 嘅配件，之後再安裝 Dremel 嘅切割碟。而家我哋切割呢粒 M5 嘅不鏽鋼螺絲。而家我哋切割另外一粒 M5 嘅不鏽鋼螺絲。而家我哋切割呢個不鏽鋼配件。最後我哋講返用後體驗，始終呢支電磨筆嘅功率只有8W，大家唔可以對佢有太高嘅期望。不過簡單嘅工作佢都可以應付到。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再見。